嚟香港深水埗，除咗睇懷舊相機之外，都記得嚟睇下呢間鋪。到深水埗地鐵站 D2 出口，右轉掉頭直行就見到㗎喇。連衫都有得買，用料都幾好，對得起價錢啊！好多牌子嘅耳機都有樣板睇，買得更放心。仲有2樓添啊，文具都應有盡有，零食都非常多啊。Oreo 餅12包都係14蚊咋，香港經典出前一丁都係10蚊3包。性價比冇得輸，嚟到附近記得嚟睇下啦〜